OK，咱咁樣做啊，所以我個 whole afternoon 個攤。你 Google 係全力 weekend 人呢，但冇時我甲阿龍阿威。好啦，你看咱攏較出名嘛，了OK。係啊，各位聽眾，個入邊叫話阿威紅景，真係我想食小姑婆即個禮拜咧，我未歡迎大家嚟邊度聽眾嘅節目。即個禮拜我講好啊，錄音就 efficient 啊，錄個差唔多了啊，特別個唔講講話個。即個禮拜特別嘅邊咧，就是特啲 Clubhouse 入邊，唔是特啲 Google Meet 入邊出內人，就是我阿岑樂沙歡迎。大家好，個有我人學長阿龍歡迎。我歡喜就好。阿龍啊，我真歡喜，你知咩事哦？因為啊，你有感覺到 last few maybe 個啦季節啊，last few 季節啊，你無一半走去困了，你知哦？你真好啊！真成功，我真歡喜呢。我真希望你是頂啲時候就一人問我講，你 podcast 上 interview 唔是 interview，又會 start 個 podcast 係問我物件啫。我講伊講了你有成個 producer，就咪講，actually 我 producer 就是阿龍，正啦。actually 你這就是我，等於我哋 proofread 掉兩本冊嗰陣，一本是 novel，另外一本是 dictionary 嘅就，所以佢哋 dictionary 嘅一個 publisher 講我有 resume，伊叫我準備一個 resume 啦，所以我 resume 貴多動，但係我同佢哋答啲物件，我 resume 我被咩就早幾俾用 Adobe Illustrator 畫出嚟水水嘢，我哋看到方面啦。你我 resume 梗係是同學嘅話有關係嘅啫，所以我哋 podcast 啦，人哋邊啲學嘅 podcast，我被綁下面，等我 Lucy OK，Lucy 叫做 residence consultant。language consultant 啦，Lucy，I mean resident 啦，Miss Lucy 英國嘅啦，Lucy 成日登記啦，Lucy 登記變成學嘅嘅 language consultant，了嗰時我係 content producer，but because 你特別去吹，或者你特別吹機會吹 guest 好玩，你看啊？對啊，因為哇，了即係就 bombastic 個後面咯，使你使做成日隨做 co-host 嚟講咯。แล้วหอตัวเสียนค่อยแล้ว我有啲想掉講啦，人特別實想啊，人未必10年後，人特別吹人踢板了，就是人要踢我，特別吹 actively 吹，會踢掉我，人我被踢起嘅時陣就好。我上過一個就好就係呢樣嘢啊，我仲記得人係你 Chat GPT 啊，嘢可以啊，呢嘢聲嘢出嚟好咯，會就，我上陣時我睇到就係 AM 嘅，當見 even 你解講下，我俾有一個大部件啦，伊看到伊是一個香港無類人嚟嘅，然後伊嘅聲哇是真，伊是就 based on 佢嘅 text，伊嘅畫佢嘅 animation 出嚟嘅，真好了啫。你 imagine 把得你放一個 topic，你叫佢，伊一道聲，你嘅聲，我嘅聲，咱人嘅 content 是一道用 AI 聲出來呢。伊會掠到咱人講笑嘅迄個 pattern，你會拉大嘅 pattern，伊一道家己聲物出來呢。你講？我是，伊就再講，伊 based on 你嘅 knowledge，based on 伊，哎呦死！伊會家己聲迄個句出來咧，你所以把當嘅世界有時啊，是唔是你講嘅啊？已經冇有建議啊！你 content 啊，你是咩？這咪是 AI 咯。Vivi 話嘅時，我地好潮嘅就特人講嘅冇你好潮 ，Vivi 話嘅聲就出嚟，是咩？梗好用呢 ，Vivi 話嘅視頻梗好用。你見覺得你會實用嘅？你買自買。呢個冇人好潮。是咩？你買自買啦，你買激我啦，豆嘅，買個激我啦，買個激我。你買激我啦。哎呦，是咩？而家話你好嘈咩？是咩 ？Vivi 話呢隻故事地好潮，喺 energy 裏邊。係咩 ？OK，嚟，咱咪講，咱嘅 I think 阿莫話咧，咱是叫做 guilty pleasure 啦。你我之前講福建話就講，就是講頭爽咯。你成日平常時是講出來是淡
淡薄 shameful 淡薄垃圾淡薄，特別個嚴重嘅物件，是係咪物件？ Chok sendiri ya. 哈，因為是講學生啲人你知道，你佢特別成日淡薄歹勢淡薄。example，let's say 講我就 crude example 就是講 let's say 講一人就自家拍手情，特別你冇去可能講出來呢嚇，然後特別這是你 guilty pleasure 咯。OK，是啊，是講講有一個寫一隻 healthy 人時，然後你看到成個哇，隻運動啦，係咪物件是特別伊隻自家掃風機，然後係你就是要特別伊特別掃風機看過講明明是 addiction， 特別伊成個我可能我講掃風機人我食成個自家食 chocolate。有啊，我實啲咧。嚇，攏注意去想法，你 guilty pleasure 不啦 ，guilty pleasure 頭爽。特別 why 是 guilty pleasure 嚟？哎呦，你 guilty pleasure 是 pressure 啊？對 ，why guilty 是我是 guilty pleasure 嚟？我就是個做一項物件，特別食。極使極個食要出啊，個嚟放。冇唔是，特別是差不多啦，話咧。我真係㗎，我啲 office 本事嘅啫，我啲厝本事，我冇大部數啦。我真係㗎去坐西灘用 BD 世界最強嘅。repeat，我冇聽到，你講咩？嚟講句。我就是㗎去坐西灘咧用 BD 世界最強嘅。哦。even 我冇幫曬呢種。嗱，我就講啦嘛，有打話是，係你就熟嘅嘛。我都做一爽嚇。你是做你是情緒一爽，是看到冇？嗨呢？呢個係一情緒嘅 feeling 嘅啫。哦，我們想。我當時我哋 office 嗰陣時，我讀過啊嘅時候，我哋做細單嘅時候，我做細單啊，做細單我做 WhatsApp， 我接WhatsApp 隻啦，係啦，做 Facebook 隻啦，隻冇幫曬就隻啦，係啦，訂。icon 啊！嗱時講，我 icon 啊，我佢就係勁寫隻邊啫，冇我 icon 啊，佢就係勁寫卡追啫。我自己嚟看咯嚇。OK， 好 good idea。我不打算愛做，是講我 office 冇別啲嘢我跟佢處嘅。我處嘅別啲嗰時有 pressure，就講哇。哦。我冇啊，我特別用自己嘅波袋嘅個。我冇有。攏捌看過嘛？阿龍嗬，捌看過我係嘛？係咪是叫做自己嘅波袋係咩意思？洗下吹啊！即係冇看過咩？你話我冇看過我呀？冇啊！你冇啦，你特別用手嘅咋？你唔是 hands free 嘅嘛？你特別用手去脱嘢嘛？你係叫到死嘛？你 BD 面你 BD 都自己可以轉咧。特別 actually 這是叫做 portable BD。特別我有本，我有 portable BD 本。特別你喺你家部咧背啦，我就係你要行嘛，你長耐啊，就注意了啊嘛。你話我嘅時候，我係特別到底我 back 位嗬，我記到一罐嘅物件嗬，伊是係 battery 啊，然後你地水啊嗬，你到下邊過來啊，要一支物件你壓出來啊，你開電嘅時伊轉水出來，可能成個世界吹嘅咯，然後你平常時你睇到啲馬來西亞未必特別馬來西亞有啲我唔敢用啦，特別有啲你成個美國嗬，我去就問幫曬人國考幫曬嗰時，伊個冇嘢嘛美國，所以咪是無限世界吹，無限世界吹我嗱曬。成個洗成個車邊清氣落啲啲卡吹，所以我特擺特別掉啊嗬，所以我特擺特別夾掉一個邊啲特別我 back 特別有嘅。特別是白電台啦，你特別地水 before 你接去就係件事，你偷一掛，一直關等關，你地水接去就慢，了過來幫曬好咧是強咯。你唔是嗱，邊啊？你水咪是用料嘅，我會用料喺度，所以用料就所以咯嚇。就算就是講你有嘢正自家去洗嘅人啦，你特別廿另外一罐嘅水咯，你用料咧佢又佢只變水自己佢你使長棍啊刀掉，我 office 都有。伊是清氣嘅物件，你咪就講伊是清氣嘅物件 ，because 伊洗嘅點時伊是無動到你身軀。對。哦。咁你使洗嘛？你使洗係只攰咧多丁你使嘅嚟洗 waterproof 份。特別你學有隻人冇關係啊！你計講我有一個 portable 嘅 BD 係點樣 back 裏邊啊？
有兩個聽啦，垃圾實定住我舊一個講，我係邊啲未記係落到你聽，而家哎呀死，我唔敢去當。冇 actually 有時 misconception 咧，伊冇當到你成句嘅。是咯，有人可能mistaken 嗬，你邊啲上個查某鬥錢。對，即係你嘅，查某鬥錢是切婆婆啊嘛。寫婆婆，我幫曬咧，因為冇方便嘛，不多道理嘛，用這裡寫。แล้วก็จิตจ้องให้เลยactually ให้เลยสิ個 guilty pleasure 掉本嚟 actually 幫曬เอา用 BD 寫卡通是話 guilty，冇講 guilty 本啊，我 feel 到隻 brow。有情氣啊！你寫我和平平就，我 office 裏邊咧，我特嚟對咧，有上嚟sell 嘅就，迄個是攞你有 BD，一個無 BD 就，咧有當時上嚟是坑掉無人用嘅嘛，我就看過人接嚟咧，接到接起迄個無 BD 件房嘅，我心裏面想，我做乜事啊？因為老路嘛。我講聽，我聽過我看到隻 video 啦。一個阿嬷解釋，人聽講做咩事吧？你有 BD，寫 BD，country culture 啦。แล้ว你睇就講到隻 BD，當然冇，當然 start 玩啦。當然你去看 Amazon，你睇買 BD 啊。แล้ว伊是解釋我聽講，那是講啦，你手過就曬啦。你是唔是而家慢咗切咗就算呢？還是你會去寫係清氣，意思講咧你卡吹咧，後就是掉曬啊！但是講你冇嘢俾你寫嚟講，就是成日咧手過就曬啊，日追切日抓切嘅咯。係咯，你寫我舊我朋友講過本就講即係簡單嘅，你去食 chocolate， 你食咗 chocolate， 你冇寫，你佢哋用 tissue paper 切吹嘅，一黏黏咯嚇 ，chocolate 都一黏黏嗰陣，你唔講曬。Tapi不只是karena不只是karena 美國啊，邊講？唔止是講啥邊講洋人啊，邊講啥講西方人美國啊邊啦，你講香港伊人嘛是無寫。哦，有冇關係？你去伊張版是無嘅啊，伊人無嘅。Southeast Asia 嘅寫嘅，Southeast Asia 嘅這波啦，有這波culture，這波 culture。啊，點我感覺到這波人就有喎，你看伊人嘅椰子碼頭。對嚇，有電你過去吹風嘅。是哦。你 BD 啊，但是講你就講佢哋字啦 BD 啦，真奇怪咗。BD 是 French 嚟咗，所以是法國人發明嘅物件嚟咗。特別法國人，我唔知法國人唔知得伊是法國人傳入來㗎，還是人參起來咧搞出人哋 BD 是法國人，特別伊人頂到是 BD，你就轉過去另外一個，伊唔是 built in 嘅嘛，伊唔是喺日本嘅，到底你坐掉後邊就係，你特別變過去另外一邊，嚇，伊做咩是迄個 BD 後路，伊是成個就係談配嘅款。特別係細坑上間是課室安尼款嘢，冇 eat pressure 冇安尼嚴重。特別我唔捌用，我感覺就只坎坷。係你話我成日幫曬話你坐條嘛條，แล้ว寫時話問你去想呀，問個我那時講冇嚟講，我哋騎嗰陣時咁就話曬跌落嚟是過掉喺卡巴哈。有咯，你卡住間就俾虧掉。阿咪你使切隻啦，你使切成一個嚟。我定到時我是特別切，然後我過嚟搶當我冇啊。pandemic 佢話40萬轉嘛。Because 伊當見嘅 BD 嗰陣時候 Japanese 嘅 improve 㗎啦嘢。Japanese 啲借 BD 咧。個別人講咩冇上嘅 guilty pleasure 嚇，唔是 guilty pleasure。頭爽。OK，戲咧。成日家看咧，其實講成日無面，特別佢就成日看。看三級片啊，真普通嘅啦，我咪是佢只看。係啦，你咪是算咗是一個。叫點？會使掉頭爽咯。三級片嘅意思係咩？你使用福建話講就。垃圾戲哦。垃圾戲啊！福建話咪叫 blue film。blue film。我報夾變態嘅物件本嚟。哦。OK， 我就是講，嗰啲一個樣嗰啲，我有知道，我曉得知。加濟人係咪？加濟人係咪？會笑。這是變態嘅。我就是講，
前幾期裏邊咧，佢打波嘅比賽。Oh my god！Oh my god！แล้ว打波比賽啊！你是我引導嘅啦，我屬界就講嘅啦。แล้ว所引導嘅人嘅臭味變胖去啦。我屬界咧，唔是講係咪 uncle 嘅啦，我知道佢唔是啦，是講我屬講係引導嘅，我就唔說我嘅機會咧。我肯定是你唔是講味啲臭味，你就味啲伊身軀嘅味，成個有胖水嘅什麼味就對啦。胖水啦，whatever 啦。打波味啦。打波味是安怎？等陣，打波味是安怎？我少淡薄啊，流汗啦冇。流汗臭水味。成菇淡薄臭臭。味係你咪費洛蒙啊。誒，我嗰時候對我另外就叫 differential 上面咯。誒，小未記。我看到人做，特別係你我冇做嘅啦。我感覺你應該冇是叫啲 pressure 嚟，因為我感覺嘅感覺你嘅。我咧皮近西嘅佢知啊。probiotic。我就講我咧皮近西嘅嚟 B， 我不嘅嚟 B 王是好 B 嘅，即係我唔捌。你我你皮近西嗬？我冇使當佢。你我你皮近西啊？你 B 看，因為淡薄成個 B 嘅，你 try 看。來，啲 B 上啊，鹹啊，你看。嚇！伊淡薄成個iron 嘅 B 嘅，你看你滴到人，看咩去 test 看，攏我皮近西 B 看滴到人。皮近西是啲皮筋裏邊咧，特別呢啲皮筋裏邊咧，成日避唔掉嘅就。嚇！對。呢啲皮筋裏邊成日避唔掉嘅就，你特別屙出嚟咧。MB 是呢個鼻掉，對。咁啊魚啊西有鼻啊嘛，皮筋西有鼻嘅咩？哦，我才鼻花。你也是，我同你講下你皮筋嘅哦，是我看了車咋，你咪紅車會哦。然後我看邊個打波，咧嗬，係咁。你係幾吹啊？Really 是啊，那邊會嚟是 guilty pleasure 咯，是哦。我對你嚟講是唔是？因為是哦，對你嚟講都是 guilty pleasure 嚟嘛，對。organic 嘅 probiotic 嚟啊，攞得食 probiotic 啊。誒是咩 probiotic？我未怪你借講你缺垃圾就好咯。Oh my god！好咯，食咧借講丸啊。吐咧變一粒丸好咯食。嚇！guilty pleasure，OK， 我平常使乜就是只 guilty pleasure， 我對啊。你有時候是你幫到嗬，一幫到喺裡面嗬，成個一簽，成個你感覺到只大地啊，你硬咩我跪地拖等咧跪地出來。冇咩，我自己做先啦，冇只爽咩，只背啊嘛。對。特別我冇感覺講這是一個 guilty pressure 嚟啦。你 pleasure 就是你會成個爽者咯，你做嘅事，你 Q 出來哇，一大地成特別，你個唔敢特別你面頭整做。我知我 guilty pressure 是係咩啊？remove blackhead。嚇！對。我頭晚我老闆講呢，我 guilty pleasure 是攞我看你 YouTube 嘅哦。對，我嚟看。我唔嚟看喎。你喂阿我，你看咩？我講你是 guilty pleasure 咩？你是成日講你識好咯爽嘅嘛？你是唔是成個 something 變態嘅，特別你自己做。伊唔是講變態啦，所以伊唔是講 accepted by 較濟人 accepted 嘅物件，接受。冇咧common，阿龍你講咩？阿龍？我其實我哋 train 裏邊咧，本時我哋看咧，我誒就我。我看這裏面嘅嚇，對啦，對，佢哋是頭爽嘅咯。佢別人看到，佢別人係講咦，嚇，依 judge 你啊，上面好多有頭香，你 pimple 嚟 ，because 我按有電視，我唔敢看 ，because 伊罵我。嚇，對，我唔見我按看，對。Because there's something wrong with you。我講伊無電視，我就看。我看時候，我覺得要冚，係咪？
Dr. Sandra Lee。哦哈，yes 我 yes 知 yes， ，Doctor Pimple Popper， Pimple Popper 对，诶，我捌看过人白啊，伊 Pimple Popper 啊，伊是互你自家看做 Pimple Popper 的人看，诶物件，伊是想要人买迄个 pop 迄个叫咩 backing 嘅 backing 嘅咧，但壁嘅啊。哈，伊是互你 pimple 嘅咋，所以伊是一個物件，互你彈，一逼隻伊出來，嗱狀態，特別伊毋是嗱啦，伊是成個毋知 lotion 嘅，看特別你彈逼嘅啊。白，哈你我白，哈你我白。我特別這個是成個一個 satisfaction 啊，你講嘛 fetish 啦，consider fetish 哦。無 fetish 我都無 sexually aroused，我是講 Amazon 有賣，特別真貴，我好你咪學過嚇嚇，真貴，哈我想佢 baby 嚟 try，係咪當我講，伊講 there's something really wrong with you。但係就會頭爽，你講嘅可能講嘅時，人叫人 judge 你嘛。佢呢是叫做 satisfying 㗎嘛，伊無。我知 satisfying 有隻物件 satisfying 你使成日講看乜物件 satisfying 啊？做啊，我接咗無聊嘅物件，我嘛 common 嘅物件啦，成講 OK，我啉隻好食嘅物件 satisfying 你看，特別你即是講大邊波 satisfying，你講出來是人會可能會講你怪怪嘅咯。有時候人特別我甲你講，伊講 there's something wrong with you，然後伊甲我講 there's something wrong with you，我講 I don't care。我 Sorry comes with the package。我有成個阿龍啊，嚟款嘅一個啊，伊是去騙，伊是去迄咩味特步味嘅嘛，特別味阿毛管啊，我就甲味阿毛管定咗。你如按咗去個人，I mean 講咗 train 入邊，按咗去味掉，去味個人嘅阿毛管去。即係味掉，我哋滾。哦，你行我而家你未見啊？同埋講你 giraffe 只臭味嘛？你嗰時冇攰嚟頭次嘅，冇人講味啦。我而家我嘅時候講 sneeze 者啦，唔係叫傻人啦，佢。誒特別有誒，我阿龍我冇 try 過啊，阿龍。你講嘅我好像乜小氣，有當時嗬，你看到成個印度人啊，上面嗬，一行過時啊。伊有時行過時，伊身軀有風啊，然後你成個你世界時，你成個去味者看香哦。打你嚇，打你啫！對，我冇乜做過。唔止我講，我想做樣嘢，吸血換啊，冇而家300，吸變態啦，冇啲你講啲 train 你冇下面冷啊，啦冇做自然道，一直落車啦，佢又我可以自由。哦，我想去夾一片坑索嘢搞嘢。我冇死，就係講我結劇。有啦，有本來有。無人嘅時，一條無人嘅時，咁樣去比啊？人笑啊，有影我捌聽過人講啊，有人像有個人伊suka像一個查甫，甲是suka一個查某啦 ，especially 查甫啦。所以你唔知講是你真是suka，甲是無 suka。伊人問你咯 ，one of the questions 是你有愛 BE 哦，若是講你有影真 suka B 迄個人啊。哦，特別是真 suka E。That's the first sign of you have fall。哦，你just suka B 迄個人。喂，等嘅，我講先，我講我有上個阿龍啊，嚟款嘅一個啦，特別呢，我唔是去騙，我唔是去味啦，我係去挖。哦，唔是講幫啦，去挖。即係身軀成個手可能靠到一啖半下呐。對，你就係幫啦。哦。去買啊！唔係講去掃，你去幫伊啦，咪是 harassment 了。你是講你行過那時啊，無小心，就係講前天啊，你款無過啊。掉啲嘅無小心啊！下啦手手磨掉一下啊，身軀磨掉一下，你款咪是爽。塑油，是唔是人叫為塑油？塑油對。我係啱只是個味，我頭毛嚟講。伊特位阿妹當面唱嘅時，伊講伊只是個一片坑。你兩節咪就係有幾可以看？嗱我本是胖嘅喎，嚟講話。哦。特別無啦，我只少。夾咯。我兩節特別有本來我兩節係 winter 時黃時無長嘅。
當嘅話會爭過，我再去 check 下大家會爭幾個，等我叫佢比看。我記得 taxi come sniff my hair。你知啊？佢當佢嘛，一人做佢哋 prank 嘅啊，佢哋查某啊，又佢哋 tuna fish 水啊，佢去挖到一地殼位了。哦，有好死嘅。哦 ，OK。那個 depression 小到你講你 prank，我just 個看咧人嚇人嘅 video。成個直接在後面，嚇落哇！你看我就是個看咧 video 喎。哦，個 TikTok 只謝我見過 TikTok。但是講你香港我 sometimes 啊，我看到人拔刀了。這都是頭霜啦，之類。對。你看到人拔刀了，你是愛笑嘅嗬？我是愛笑嘅喎。像寬珠，像大刀。現在看呢，你看人拔刀後，你頭先 reaction 就是 ，Oh my god， 你是就殺好笑誒。對，特別你是愛去睇，我甲你講好知道。我條學就是啦，到馬路啦，我能嗰時就用這個物件來講就是啊，早起真正暗我嘛吼，了我就我人就行到學堂嘅位咯，了迄個人啊無小心嘛，就落到迄個查某啦，伊無小心已經落到龍溝嗰度，伊個人嘛滑倒啦，伊position 個真正水咯，就伊滑倒啊！公主啊，你看那滑落去哦，แล้ว無理由講我人愛笑嘅嘛，就解釋講，哎呦，慘啦，係咪佢回起來嚇？一上一堆班了吼，哇！我甲我另外一個 friend 啊，對起我人嘅班係大笑㗎，到馬路我人個會笑過咯。Oh my god！但是你隻 room 內裡有人講比家己嘅配。哦，家己配是香嘅，當時。唔係呢個可憐。你牙超嘅線啊咧係到你鼻腔嘅裏邊個。哈，對。嘢啦，到屁裏邊咧配多啲嘢啊。冇，我記有當時就係在小我囡仔食咩啊，就小嘅300嘅，伊人家幫配啊，伊吸掉伊手呢嚇，你來個裏邊咧幫下裏邊。你唔是 guilty pleasure 啊，你是 prank 啊，喂拗啊，冇嘛，你家己，特別你家己配啦，你家己配，家己配，就是寫下。喂 ，actually 你講啊 prank 啦，嗬，你去 prank 人本好啦，伊就是伊個 pleasure 嚟嘛，伊笑嘛，對。對，我應該是頭爽咯。一直壁爐爽嘅。哦，即個阿本是卡嘴聽講，比如你嘅 pet 嘅婆，狗還是鳥卡，隻笨蛋嘅比我當時係卡，是唔是？我就是 pet 嘅人，我就是個比我阿仔嘅婆本嚟。我暑假 baby 嘅開喎。哦，呢個係固靈，呢個咧寬嘅固靈嘅嘢喎。有時就是佢 BB 時，咱攰嚟頭黐啲時攰，我講聽啊，頂住我看到一個嚇 ，Asian 人講 Asian 嘅 auntie 啊，還是 Asian 嘅人啊，就人就是個做，伊是叫做 sniff kiss。伊成個是阿舅人教做呢，你笑下。係咩物件？呢 ，BB 呢，所以被จิ้擼嘅時候，係唔是จิ้擼呢？係 sniff 了個จิ้嘅。喂毛？嚇，就是咯，喂一樣嘅啦，嚇是咯。所以我當叫我教我阿仔，我講妹我阿仔嚇，講妹攏真講妹係咩事啊？我講過啊。唔知。我講妹就咩事講到成啊？Geramnya harus jog ini, ini叫做講妹。即邊嘅阿嬤嘛是有 sniff kiss。
有啊。就ตัว個 baby 巴多個你咁啫。就伊唔是做是 sniff b 索嘢呢。哈 sniff kiss 我係 pet 咯，我知我是 sniff kiss 咯。Juice 講 Juice 係咩online啊？鼻胖講 smell farts for good health 。Toxic fume. It's good for you. Smell farts for good health. 唔通笑啊！我冇睇到一個 documentary 呢 New Zealand 嘅啦，即咪到住 New Zealand 咯。伊講愛學人生啊，伊嘛是愛 introduce 佢好嘅 microorganism 去佢巴多咯，伊學佢大肥嘅人啊，obese 嘅人。食生嘅人會使嚇，係咪食生嘅人會使？佢哋生嘅人會使喎，伊夾起來啊，伊含水，然後伊打杯出來嘅 organism， 有影係我計幾年呀，然後伊係啲佢哋 capsule 嘅位，佢哋 capsule 嘅位啊，學你人食哦。伊 treated 啦，伊 treated 過啦，伊唔係成講伊無敗害咧，是夾伊嘅巴多誒成個你 microbes 係自己嘅。伊夾伊巴多，伊夾伊使。係啦，伊使放出來就是伊巴多出來 microbes 啦。嚇，然後伊係啲佢哋 capsule 啦，伊講嚟邊咧學見先，你未叫做係咪使？人係生係人係 probiotic 咯。我咪就特類。咁樣去賣裝咩生叫嘅，會使裝咩隻生叫會使咁樣 order 邊咧學見你。特別伊嘅 qualification 就 stringent 咯，咧伊講咧嘛是講隻 New Zealand 就隻伊是做 university 做嘅嘛，一個 documentary， 所以伊嘛是講隻生嘅 Asian 誒查某去咯，咁樣嚟 qualify， 你知伊經係咩？伊看你 body fat。伊講有個人是真瘦，特別伊 body fat 真懸，所以特別有一個查某咧，伊看起來是無講真瘦啊，特別伊 body fat 啊，巴魯卡，伊你 body fat 特別 below 唔知是我別記，唔知 below 20啊是 something 咧，所以個查某是 a dancer， 特別伊真無跳舞啦，特別伊個 test 嚟 organism， 伊講個查某真係 organism。你一問你查某食阿咪，伊講伊食真濟菜，食同款的無相款的菜。伊講你袂使食，有個人講我食真濟菜，特別伊食一項款的菜呢。佢哋查某食真濟項款的菜，比如伊是白面啦，所以伊 training 啊是食 fruits， 食濟，所以伊夾伊會使啊，互你大肥的人咁樣食。哇！哎呦，計住你我未看我 fast forward， 伊做你使伊打飛，伊使是我 fast forward。嚇！伊個做出來伊打杯會使啊！所以打杯會使，伊夾咧 ice cream scoop 佢哋人會使。Oh my god！ice cream scoop 係咪？阿龍會嘅就 ice cream 咯 ，chocolate 嚟嘅。阿龍嚟講啊，我講啫。One person's guilt the other person pleasure something. 伊講你人講，伊講地方都唔通 burp， 伊驚講你 burp 咧是有咧嘥味。我未看，我未食，我咁換肥，我咪去食人嘅嘥，我咁換肥。哎呦！你知我當然我寫就有你想無人講嘅物件，我會使做 highlight 啊，或者是咧表啲 TikTok 是幫啊，所以 TikTok 嘅人那邊咧學見咧會無對住邊咧學見 TikTok 來使，咁樣去除下開啲 TikTok 啦，對邊咧學見，我俾1000人啦，佢開 live 喺呢邊，แล้วก็有 TikTok 是我係幫 highlights 嘛，所以那是 TikTok 嘅人攏到聽到邊咧學見講嘅物件好笑鬧作，物件是幫佢攏聽，就攏佢去對邊咧學見嘅節目。我嘅節所特晚我寫我就 clip 一下一發我寫你咪就帶到啦，我個在上面嘛，所以特晚 last one 是 skinny poop， แล้ว我個 fall down Angus fly dragon tall and stinky snake crocodile buaya lamb 我唔知我就 free range
free range affair。free range 怎樣 spell 啊 ？RANGE 啊？我 spell 唔對，我 spell 到 range 的嘛。OK，個 fish allergy 喎。fish allergy 上面，我自己 sell， 我自己都未記啊。第好笑嘅就是 thick skin 嘅啦，然後幫人看 thick skin。豆嘅。就係做咩嘢？廿隻豬樣翻我，飲嗬，然後又係黏，幫埋住入邊嗬，背鋪到依邊，鋪依邊有時候，一股嘢車起來就冇股嘢嗬，係上個唔知。按照伊個 VH 上個是點講摩托車車起來款啊，所以這是真係小清白看到嘅咯。哦，這是你都好啲啱嘅嘢嚇，看到啦。我對好對啱嘅。你驚？我看到你看面嘅，我真驚誒。我冇驚。我驚哦！我看到。因為嗬 ，maybe 是因為我頭一點是。我相信啦吧，應該是我離運價貴應該冇被接掉咯。但是你配教一條被接。嗰時叫本，一條啊嗬，一彈出來。哎呀，我好笑聲！阿豆嘅只趣味豆嘅，佢就一邊配教，人哋啊。對啊，我一直講就這物件，我真好笑啊！我實覺得棒嗬，你 highlight 啊就好笑，實定住是講你學人佢又講白生嘅，學緊話事啊對啊 ，OK， 我叫 depression 是看即創地豆嘅咯，係什麼 guilty pleasure？ 別人個你 guilty pleasure 係咩？講話。我suka 味外交。實淡仔即針卡吹，不卡吹聽講噶啦 ，B bad， 而家有幾時愛困嘅事。對，一嚟 B。伊講個咩 ？It's true 啊 ，smell farts 這個是咩啊？別胖講嘅啦嚇。別胖講 smell farts。could prevent heart disease and kidney disease 喎。有影哦。你是 smell 你自己嘅發，還是你 smell 別人嘅發？哎呦 ，you can buy or sell fat in a jar from eBay 。哦，凊彩袂使話比別人嘅配，配嘅打你嚟估嘅咩嚇 ？Please， 配到啲 jar 嘅打你嚟估嘅咩？會得嘛？會得你估嘅人嘅配，哇！嗰隻笑啲嗰度去，就俾笑到俾幫配啦，咁樣會吹會得慣嚟。Maybe 有時你 device 啊，แล้ว除你擺話好，你擺嘢啊，你燒了嘛，แล้ว你愛買時候，一個接起一個。成個 baby 啊，睇啊！baby 啊！成個你 balloon 係叫咩啊 ？balloon 你叫做咩啊？叫咩？你 gas helium 下掉 helium 掉。helium 嘛，誒 concept 咯，想咯，放去關啊上好咯。哦。然後 maybe 放去 balloon 好咯，所以你個 MB 嘛，你使放淡波 B 淡波，然後你個燒起來。哦，我就係講為知係叫 guilty pleasure 是 pop 係你 pop 咯，你 packing 嘅。係 bubble wrap。係 bubble wrap。嚇 bubble wrap，我講聽我知道。就冇話 approve， 我知 approve 我就講唔見。以後一俾要食個訂買 bubble wrap，你就看到你咩淘寶啊，甚麼都在中國買物件，唔知 Lazada 甚麼就看到便宜咯，你就看到一款啊，你咪買咯，即係嚟上教嘅時，上下咧。大咧鵝油湯啊！即係你鵝油湯啊！咱馬來西亞人做 barbecue 就鵝油湯大湯嘅，一成咧大一上來。誒，包含意思啦。你當佢以後已經係北京嘅時生會喺面使用，特別你成講看到是一款一雙嘅那款啊，啥？
即啥只丢安尼，只手安尼，度安尼度走成个咧 cling wrap 安尼度。邊落個 DIY shop 買無掉嘅咩？因為嗰啲 DIY shop 本有嘅嘛。哦 ，maybe 啊 ，maybe 應該是有。係你面買係你 bubble wrap 咯，當見有生伊做 silicone 嘅 version 嘅，伊是 for release stress 嘅。係你是 pop 你接出呢，伊唔是壁喎。嚇，伊是啥？你 pop 伊啥？伊插入去，嚇。成個人佢哋叫做 fidget。嘛，有嘅人是就是愛有佢哋聲嘅。就一堆壁啫。fidget spinner。特別係你真係囡仔，真係 editor 咧喎。啊，伊 help 人 focus 是唔是？我唔知，我係孫母一個喎，你伊是白，呢個邊掟幾支咧喎。哦。維娃娃咧，維娃娃個係咩物件？頭爽誒。安尼款想袂着咧，頭先甲你講嘅了，迄個就是安尼了咯，了無了啊，頭爽啊。頭爽食物件咩？頭爽。頭爽。無啊，食嘅物件，安怎算講是頭爽，嘛是安尼款食爾咯。我就頭爽物件咧，我是特啲即係咧，你知迄個叫老乾媽咯，知老乾媽？韓椒油啊。哇！有當時啊，我有時小 craving 我 crave 想要食物件啊，你我唔知要食咩時，我有時想食加一頭薑嘅老乾媽嚟食喎。安尼咳。未落死佬啊！未落喎。OK， 若是講啦，講安尼款嘅啦，頭食嘅啦，有時候是啊，是啊，細漢啊是啊，細漢啊是啊，咱會出來，你無你我夾迄個米羅啊，米羅粉啊，แล้ว夾頭腳安尼款食嘅，頭水就是安尼款食嘅，แล้ว佢咧就俾頭做嘅咯，因為你但是講你學你病本嚟掉，嚇，掉一隻掉命嘛，燒嘅夾款嚟，安尼款食。頭食較好食嘅，頭食裏面嘅較好食。頭食裏面較好食。香港起來，香港。我本嚟做是on Nutella。我是咩？我日頭薑我係我是咩？我是做迄個紅芝古靈，唔是紅芝古靈，嗰啲 condensed milk 叫咩？古靈糕嚇。古靈糕嘛芝士。古靈糕我甲你講啦，古靈糕誒較濟我買呢，伊是訂便，伊是訂一多一罐頭，即係一個 plastic container，伊直接頂到就叫做 Tupperware，伊是上個係 cocktail 啊，係物件，係嘛嚇？伊頭整伊隻罐咧索落去嚇呢，了。有咧，伊係開嘅，隻殼都係開嘅。你開啊嗬？最好用嘅就是你炸你規支嘅吐入去，你炸你規支吐入去，古靈糕起來是嘛規條，你炸你割掉你古靈糕，減嘅古靈糕。hello， 會超酸嘅嚟啊！你款做。แล้ว特別減一下，個仔吐到堆，個啲嚟到，但係都未使同人講嘅。見啊嘛，阿 John 佢是見啊嘛，咪邊個我頭晚係你是因為麥講我阿 John 係麥講，hello， 你臭水啊批啊！啲冇，誒，啲蔗糖，誒，古靈糕白派嘅，未超水，古靈都可能係超水啦。就是人自家嘛，將自家超水嘅古靈。咦，超水係古靈啊！超水古靈咪是 yogurt 咯。yogurt 就是喺嚟咯。嗱，超水古靈咪是 yogurt 咯。阿龍個呢？我看阿龍嗰邊成個有啊。我有。嚇，來香港。我食個頭食本。嚇，頭食咩？炒豆腐。香港嚟即是。我係講就頭先係咩炒豆腐，我係講。但係冇聲氣，你講佢就得嚇。同埋你講物件我冇聽，就當佢講過。哦，我講個頭食物件較好食。咁我有買嚟對喺馬來西亞是買正隻 snack 咯，係。然後我買對喺，不過買嘢呢濟嘛 ，just limited 嘢嘛。然後我對嚟也是，我做個頭，因為 weekday 冇閒嘛做工啊。
做工嘛袂食咯。所以 weekend 的时伫厝的时，我等下伊我人个囝伊人 take afternoon nap 的时咧，我家己一人的时候头食。食咩物件？只海哥。後面物件本有啦，係你Malaysia買啲啊。特別你做咩全部都樣面頭整隻？你是驚樣搞到炒還是炒味嘅什麼？係咯。你驚樣搞到炒呀？然後一到啦，你食個一半，伊人走嘅啦。咪寫嘛，即係只 precious is OK。係咯，只 precious 你都知啊。你伊人後面夠細本食嘅大隻餅條，然後。係咪 snack 半隻？我冇。咪搞到炒嗬？未使搞到炒。係啦，唔係未使 share 嘛。哦，我明白，即是成個偷嘅結爽買可能制掉伊嘅嚇。對。即係我本下本啊，有當時買着好食嘅物件，其實收起來。咪可能制啊，嗬！咧等陣伊去困啊時啊，就夾出來咧，我佢啊，講到這裡嗬，唔是話嚇，我係硬。所以我人有買 Nutella 是 ，actually 我 Nutella 是我食無，我係你係講係一頭薑哦，是咕一刀我夾一頭薑來食，但 normally 就是講攏拔落地，แล้ว我食了就煞咧就，我係硬吼，係你一頭薑，伊是一頭薑，伊是真啊一頭薑 ，especially 是暗暝時我去困嘅。แล้ว伊安怎你知伊做蝦米？伊做咪炒雞咯，因為我人是買一罐 medium size 嘛，แล้ว就下了咯。แล้ว就奇怪，食一罐一個還屬一個 medium size 啊？食袂了誒。佢食無了，because with normal is sweet 哦。我人有影是一禮拜一罐嘅就，所以佢哋已經兩禮拜加加啊就，แล้ว我就想講，哦 maybe 伊無食啦，我嘛無插伊咯。แล้ว有一日嘅時候。你知樣荷蘭嘅夾只罐嘅嘛？แล้ว我人有三夾嘛，แล้ว我唔知要壓蝦米啦，還是我要燒蝦米？แล้ว我就去壓到伊入來我 kitchen 嘅嗬，แล้ว我就去搬第三夾物件，我搬時我看到內面有第大罐嘅 Nutella 啫，就已經全刮斷啦。我啲小都看咗你死囡仔，我講乜物件？你偷食啊！家己個再 replenish 對啊！嚇對，伊食咧要 replenish 對，伊食咧要 replenish 對，但係所以係你 medium 咪好，未了，你睇哦，你看啊！我一到去笑，我講 what is this？ 衰都破喺鏡頭。你這邊地笑咯，假笑我講哎呦，我講唔是袂使食，我講。大罐啊，我全刮到呢！我講這罐是買咗久呢，是買咗久呢。喲，迄款食法度是無 healthy 嘅，你久迄款頭食袂要緊啊！我是特咩？久頭食袂要緊。罐你知哦？我本是我變阿巴多本是那款嘅。變阿巴多我係夾頭幾罐，可能夾頭咁食。但係咪嗰隻叫做？嗰隻叫做我唔知啦，但係 maybe 是較美國嘅叫做 nut butter 係啊，伊係 cookie 嘅呢，cookie butter。cookie butter 伊係咧淡薄，伊個淡薄成個 gingerbread 呢，特別 frosting gingerbread 呢，可能 texture 啦，成個 peanut butter 特別伊是裡面佢包掉成個淡薄 crunchy 嘅咧 cookie 嘅 texture 咋，我知我講咩嚇？我唔知。Oh my god！我吹過 cookie butter maybe 是美國嘅。美國嘅物件呢？我講啊，美國做咩愛買一個個了無 healthy 嘅？嗱，哦嗱 ，Biscoff 唔是嘛 ？Biscoff 是英國嘅片，唔是啊。Biscoff 啲啥 ？Biscoff 啊。嗱 ，cookie butter 頭頭條係唔是？冇，但係 Biscoff 是Biscoff 是cookie 嚟 cookie。Biscoff 是阿龍碌達到啦，是去嗰邊去咖啡嗬。邊係一碟咯。嗰邊一邊係一碟，佢呢是真係甜嘅嗰邊嚟，唔對，嗰邊一甜嘅邊啊。都是嗱，你看到嗱，咩？你邊啊？一甜嘅邊啊？我看到。我去 Costco 買咧是對 Costco 嘅對，哇！即係係你本有
只未 stop 嘅喎。Trader Joe's, yes, that's right. 應該一啲嘛，你一個淡薄garing淡薄。呢是 caramel 棒嘛，แล้ว garing 嘅，แล้วรู้สึก講俾 cheesecake 嘅阿爹係你似 crunchy 嘅。哦 ，graham cracker。graham cracker。就是係你叫 graham cracker 咯。唔是，係你 cheesecake 阿爹是用 biscuit 做嘅。我美國佢就是用 graham cracker 做。我諗本是 graham crackers 做嘅。上緊佢 texture 淡薄刷garing嘅呢。就是我唔敢啲個買佢 biscuit 票咯 ，because it's 1 kilogram 啊，切啦未 stop。我當叫我買你4包嘅呢。你是講伊邊係唔是伊 biscuit 嘅之類。頭晚你可你看你，伊些 Lotus 係咩啊？哈，對。係你 Lotus 啊，我諗荷蘭嗰個出chocolate 嘅咋，啲 chocolate 了拿啉就是係你Lotus 係你 cookie 啲拿啉。哦。但係你講住嘴，會話話。香港，你講 something。嚇，冇，我講一粒甜嘅，即係食甜嘅。你看個 biscuit 嘅 ice cream 啊，你看。你個邊？即係好似本來我rasa biscuit 嘅 ice cream。好似啊。你介紹嘅好食咯，你講係 peanut butter 啲 ice cream 會啊。我買來嘅時我介意食。你買緊隻？現食。好食嗬。我個係 whisky 咯，佢更加好食。你使係 Baileys 唔使？是咯。對，你好，你做 ice cream 個本嚟甜嘅，你淡薄鹹淡薄。點係愛困嘅時間，嚟食，只能好食。所以 guilty 咯，本身。guilty pleasure，偷食。嗰時講食物件咧，食了冇食物件咧，別行咧。魚啊西。哈，安怎？魚啊西嘅嚟比？冇啊，我咧爽咯。我嘛是，我就是講嘅。老實講，安怎你是用手，家裡是用你棉花。我用鐵嘅。有危險。我對佢邊領啊，我知道佢邊領就平嘢，而且一支先是幾百錢嘅。一百紙，即係冇人即係靠佢那支。我冇俾貴嘅本，我哋種好料嘅啊。我係儲有啦，賭裏邊有啦，我係 bag 裏邊有啦，我係 office 嘅台裏邊冇嘅。我哋自己啊，我自己嘅。你是我咧是可以成個可以靠上白架帶，然後呢爽咧。靠個白架帶爽咧。你唔是我咧要洗一地攤出來啊？我冇你照咗，你即係迄陣我去台灣就行啊，我特別啲外面咧去屙魚啊，你就伊屙出來物件，我看伊做伊撩出來物件，但不偏嘅，冇味達咯。我頂次是唔是啊？我頂次我比咧。如果有啲人會生真濟，有啲人是冇咩會生。有人是大啦，嗬。但係比賽講有人是大。會講咩？有啲人是有人是未生，淡薄呢。係有啲人啊，伊是前期先咗，特別一下呢。伊唔是前期，冇通 control 嘅，即係啲辛苦嘅頂。即係啲辛苦嘅嘛。我係記我對於別人一道時，我去學魚寫魚隻馬來叫。because 我要去因為魚無咧，我驚講歹 ，because 因為講驚歹勢本啊，你若是魚使上節嚟講，伊因咧無準，所以我就要去就去理解較清楚啫。所以我去咧 audiologist 甲我爸去看咧瘻管來嚇，是叫瘻管來咯。臨射管嚇是臨射管啊？伊名所以我去可以看咯。伊講好緊話喎，了。แล้วอีกเขาจะไม่สู้อะไรควาหิยะบอกเสียไปแล้วก็บอกว่าจะไปมีแค่ชอบไปอินบออ่ะแล้วกี่อะไรควาก็โอเคว่าก็อีกว่าก็รู้เสีย情期特別買寫小情跟住寫小情期啊，好你講主要是嘢發行，อีก發行啊，你去印嘅時都冇準呀，所以講我買熟嘅料，像 vacuum cleaner 咧，呲咁做，特別冇講隻字本，อีก講就半年。So 我有係你。你屙是出來打淡一啲啊，是打是冇幫。我是大，我紅嘅是淡嘅。一啲我是淡嘅。แล้ว
因為我暑假學咧，แล้ว我暑假กำลัง學嘛，แล้ว我เดี๋ยว我朋友สั่งว่า present 就是係เฮียไซส์咪嘅เฮียเกาโอ้ แล้ว connect 到我電話แล้ว我看到我哦即係這是 guilty pleasure 這樣是頭爽我付俾你揾啊，你付俾啊？誒，你嚟做好揾看啫？啊？做好看啫，當劍。你而家出嚟好揾看。你識 record 你 video 啊？你冇學嘅咩？我唔捌學佢只人用，我捌學佢拍廣告嘅。哦。係啦，有啊，而家咧，可能看 demo，可能看。啷有人before 我而家是，啷是個 guilty pleasure 我多在。冇。我無常我特別用是不多會聽，特別我頂到時我成日我係我是暑假嘅係你個頓巴，然後你係淡薄係淡係 alcohol 係，有時你自己一出來，然後一攰，我是攰地你看你喎，白白。你唔是應該到了張 XAC 就用布是用個頓巴翻切。我特別冇想到誒，我是出來一個想到大了嘛，特別張 H 出來一個濕個嘛掉。哦，來看一 demo 啫，一個出很公啱喎。哎呦，你是到對電話位啊？誒，特別未聽到人講話個 ，because 伊而家未掏出來時，伊啲倒條聲。我是講看 YouTube 你 doctor กำลัง學耳塞。寫耳嚇。寫耳 because it look like test hearing is audiology。kalau saya伊像 vacuum cleaner 對，我等陣就是去寫哦，你聽到本呢先。爽哦，寫是爽哦。感覺爽是感覺就係講清氣啊，係安看的咯。特別你看到咯，你看到，但是講你睇一種成個暑假寫物件，感覺就只波擦啲，只波係呢嚇，你對啦，散可能爽。阿龍好未？呢個阿龍嘅耳啊！得咯，我冇看到個。阿龍我冇看到，等陣我特別踢你先，我變你就係。哦，OK。你說呢個咯 YouTube 啊？嚇 YouTube，嗱，當對面看到對面 link，特別阿妹個，佢啲倒了個，แล้วลูก用過咩未？三九九。有啦，佢只咪用嘅。我有陣時我無物件，我頭我耳啊，我是無垃圾咩？特別我就是覺得嘛，然後我就開來看咯，看我耳啊哪裡有無物件。你一禮拜是幾刀？一禮拜做幾刀？我會使特專門扣嘅喎。我感覺真係爽嘅喎。嚇！特別冇 satisfy 冇物件，你感覺雞冇咁悶嘅，就是硬愛物件出來。你自己下淡薄，變阿巴多自己啦。袂使啦，特別我冇再講，我袂使點款做嘅，就是耳啊無好嘅。但我看。所以我是因為伊只隻無相嘅頭嘅咋，所以。我咪用下你成個要摸你看你啊，散的多邊，我想幫伊了。係咩物件？伊係你 camera， 伊係你伊 actually 就是一個成個邊一個邊安尼看，แล้ว伊頭會換，伊無相嘅頭誒。even 伊 scoop 有無相。嗱，我看到阿龍嘅，伊寫一個邊咧，但我看到阿龍你識呀？阿龍你識有動位嚇，動位嚇。哇 ，high tech 咯。แล้ว嚇。wireless 啊？對啦。哦。哇，夠會。對啦，有會嘅。阿龍你叫較中啦冇？所以你實嚇。OK。伊是connect到你 phone 用 Bluetooth 嘅咯。แล้ว會你什麼？你冇擺掉㗎啦嚇。冇 battery， 冇 battery，USB 揸住。你白住你隻膠，你時你去攞係 scoop 嚟啊？我係 scoop 嚟嚇。你係 plastic 嘅啦，條鏈係 silicone 嘅呢。
女啦。哦，是啦。哦，了你做時你電話看到，你使行你電話去校網看你而家看哦。哦。哦，伊無電，咪緊，你伊開會，哈，確定是咱個看。來，講起啊，當一個哈，個一項我想到了，哦，你卡扎你講嘅邊啊，係啥歌呢？哎呦，你該聽呢，我係是。我就是改啊。特別我咧嗬。我咧如果啥只前期你真格看到成個，往時你清鵝嘅杯係咩事啊？伊鵝係你摸過嚟接起啊！你看到你真格邊係鵝食嘅咋哦？我特別單我特別愛鵝起啊，係看到 clear 去。特別伊是臭味嘅咯，伊成個淡薄成個大仔嘅你味啊呢？我最大仔是接還是出嘅？我是接嘅，我們是接嘅。我是接嘅，我不是接。他們是出。拖出來都冇坑嘅咯，人是拖出來嘅，大仔拖出來。這是 natural DNA 還是 embryo？ 哦，伊出事了就伊媽媽啊，頂六個月嫁啦，有你是拖出來就對咧。好啦，家無夠清啦，有嘅家無夠清。家無夠清咩拖出來嚇？嚇。哦，即哦是人叫印尼，還是人叫印尼奧迪啊？啊，對。那是講嗰時後啲啊，都還是未發行咯，又別啊，未哦，是講你浪條人咯，還是？你成家啊，即係阿龍家，為咗話佢哋特啲你開車時去浪人時，要到底後啲浪人啦。啊 ，guilty pleasure， 啊對，阿偉，個啊，茶米粉呢？可能啊，我嘅 guilty pleasure 是我卡迄個隔邊啊，大味。我冇味。伊淡薄臭味，我就講你成大仔味嚇咯。正正嗰兩人係味相嘅。我唔知，我唔捌味佢別人嘅。我甲我囝係味相嘅。哦。我嗰時應該是 maybe 是差不多相啦話㗎。我唔捌味佢別人嘅。我別人嘅我個吉利喎。別人我吉利我家己個別己成日配啊，你味到家己臭配啊嚇，伊別講吉利啊，你味到別人嘅臭配就吉利。我問你愛放配啊好了，你掉啲去你紅嘅頭前嗬，對面頭前放。這是你叫啲哦嚇，來 demo，阿龍來啊 ！demo。你嚇較中淡薄，喲！哇，前期無半行嘅。其實我而家就前期。呀，你而家就前期。那伊無數嘅啦，伊是手擼烤出來呢嚇。無嚇，手擼烤出來呢。哦哇！誒，了我問咱是有你是要病啊？你使行你成個一個cotton swab 入去，白就 OK 啊。迄個cotton人講無好嘅就，伊講伊誒，嗰啲cotton是無好，伊是塞你物件入去，你袂使用cotton呢。我是因為我穿一個是啊，我穿我 in ear monitor 是當間穿掉你 headphone 嚇，伊 headphone 是三個孔呢，就一邊有三個孔呢，伊三個孔那是伊耳塞掉頭，我是淡嘅嘛，伊耳塞那是脫掉時你未脫掉去咋，所以你就被夾喺以後你 cleaning 嘅物件就印出寫出來咯，所以我無久我又夾我係迄個覺得乜寫我耳仔了過來穿。特別大把隻機我未記。誒，有啲人成耳塞真快嘅，成阿毛包啊，伊攞熱，伊特熱就俾我耳塞，伊就俾夾 Q-tip 嘅特熱，冇就俾用。伊若是攞熱冇用嘅，第三熱就伊 Q-tip 就真吉利嘅。哦 ，wax 本啊，伊是淡本啊。啊，伊是淡，我係淡，所以我是用迄個Malaysia 迄個寫一個尖啊款嘅啊，寫一個 scoop 啊款嘅，伊就俾用迄個Q-tip 咯。哦，誒，那是伊攞熱冇用嘅，伊 Q-tip 出來是，哎呦，有吉利，我講don't let me see。我們是微嘅，我們是微。誒，แล้ว有咧是我捌看過當種線，你想是 silicone 特別像 corkscrew 呢？啊，對，我冇買過。嚇，伊 silicone 了，你會使洗，會使用到。嚇，你伊講是講 corkscrew，伊被 push 進去，伊會拖出來，你轉嘅時，伊 scoop 伊出來。
特别若是讲伊去啊冇包诶，若是我人去 holiday 啦，我人特别行迄个去咯。because 若是3日伊无學啊，迄個物件特別接啊，小雜小雜。Oh my god! Produce 一隻哦。produce 一隻，我特別用你長人嘅啊，學出來，然後特別去寫了that's why 我解講 minimum 啦，伊今日會使一日無用嘅，若是3日連續無寫爾，伊嘅 Q-tip 㗎啦未接啊。哦。小雜。我發覺到啲 clubhouse 咱個表聽學緊話朋友 Luan 加 Shirley 佢接嚟嘅，佢講 Your laughs get me every time 我係嚇？你白樣嘅？我白樣 clubhouse 朋友咯，特別伊是平時唔是，伊是在外 audio 嘅，係明明其實而家來是啦嘛，即係 room 是特別，伊來學緊話是本身來聽，但係人表聽我講咩，特別是就會聽我笑呢。Hello, guilty pleasure 是啦，聽別人學緊是 guilty pleasure，就無咪卡個人講，我感覺有咯，我感覺有啊，我感覺有嘅人是成個世界聽別人學緊，特別唔加個人講，其實講無變。Because 佢就講你奇奇怪怪物件嘅，唔是物件嘛人。我那時我那寫名，那名無講長啦，未啦，個驚東驚西個嚟 ，before 都死去咯。所以當叫咱是當當正有通講嘅時，有通講，有通爽，有通笑，有通歡喜就好咯。對，特別了解我朋友啦，不要聽我講話。係咪嘅？我朋友啦，不要聽我講話嘛。哦，嚇對，那個名牌事啊，別使講到講咩？嗰一個 guilty pleasure normally for 教演嘅人啦。嚇。你去行街行吼，你看到甲緣投過你紅嘅人，你直看着伊。哈，看查某，看查某，特別唔是你個記紅某嘅啦。係你我是 rasa 無咪 guilty 啊，係是。我嘛是規日看人嘅紅嘅。我是教就教我紅講 ，OK 看幾點，我紅就衰。對，我冇想。小哈。嚇！我甲講，喂，頭前大了喎。我頭前大了，我紅誒，我紅是真歹勢人，所以特擺講伊無咪 confident 嘅，就講 OK 2 o'clock，我講咩？係咪？講聽未？講2 o'clock，講你寫寫我聽未到，講個來時我走去啊。你是啊？然後我咧是頭我有一個咧，我叫做本，我講本。3 o'clock 伊就知啊！我就計講無是根本無 make sense 嘛。你有人成講你講後面話有人個要聽，我家己 create 一個 term 是無人嘅在上面，所以亂在呢等於。無就是講緣投嘅答波啊，是 attractive 嘅答波啊，就是講4 o'clock 嚟幾看。你伊袂本嘅啦，伊本是驚歹勢，特別唔敢講個來時就去走去啊，有聽到。了解。我無誒，我真光明正大看誒，我看咧我愛 share， 我就會甲伊 share。然後打波咧，到時你有叫伊看？我甲伊講咯，我這袂歹看啊。伊講對，這打波袂歹看。你袂講，哎呀，這我愛食。我無啦，這個我就無肯講啦。我咪食，我嗒呢，哈，一粒貴就爽。我看呀。我袂。若是講我看到查某水嘅，我甲我翁講，因為我是唔是 lesbian？ 因為我講，因為我伊食錯，所以我看到。哇！我袂通講嘅，我甲我 friend 會啦。所以你打波看到人豆科，佢袂使講咯。伊會食錯嘅，伊會食錯。你食講到是唔是 lesbian？ Only when you're busy。我諗咪。啦，你講頭節咪是算做是 guilty pleasure 咧咯，條。會使講咯。Because 有陣時有影，有陣有個人啊，伊人嘅腳真水，真查某啦。Wow, look at that lady's legs is so nice. 問我 Are you lesbian？ 你看到伊 six pack 啊，然後你講 Wow, look at that muscle, right？ 伊就袂爽呀，好笑。你頭隻佢啲嚇？我唔敢因話，伊get in trouble if he 因話。哦，伊講查某水嘅路，你看那是講。
是唔是？唔會喎，我去海邊看到啊，咁我甲伊講哦，弟弟成日我弟弟看到一個爸甲囝啦，哇，伊個爸哦，已經是60幾歲了，特別身軀真水，身材個水，伊了個翹甲真麻咗啊，看到就，然後我甲我阿講，誒，你若是高干50歲哦，個安尼看咧，我講我愛你親親。我講伊是60嘅啦，我講你50個，你做甲啥嘢？我講我而家是愛你親親。夠現實啊！有影無閒嘛？I mean，你do啦，你愛 continue maintain，免講你只愛做只workout嘛，對。所以如果是有迄個有心要去做吼，我就都是愛 encourage 你嘅嘛。伊講有啊，我6 in 1互你爾。那 round 咪是 shape。無想嘛。我咪是 in shape，咪是 round，咪是這 shape 嚟。特別係你有影，我講看老孬。伊爸哦，有影看迄老孬誒，頭殼直直飛過去看，看咧一道我就講教我問安尼哦，伊毋是講我看者啦，伊講看 obvious， 係看。伊講我看上 obvious， 然後我講你講，伊咧過來佫加一句，哎喲，伊驚徛佇伊個爸邊啊，伊驚家袂看咧。因為伊爸比伊囝佫較好看，你知哦。哦，那個。像明星嘅咧，反正。個有人咪講，人講一個頭爽嘅啦，就是講頭看人啊。你喺度查某看大波，是查某看查某本可能 appreciate 你看人得位。面。哦。我是看面呢。我是看身軀。我是面啊，我看身軀誒。你看身軀，你是看咩身軀啊？安怎身材㗎，還是係咪？我 usually 是看人嘅骹啦，人嘅手啊，身材啊，我咯。然後有看伊成個卡嘴啊 ，shoulder 啊，我只是看大波 shoulder 後背個隻，我只是看大波個隻。我是看身軀 ，because 對我嚟講啊，若是你身軀是水啦，你 make up 啦，你曉穿衫，你就是水啊，你係面水。你所以面是8斤兩安尼看你咧？8兩斤啦。8兩斤。Because 你看真夠 make up 嘅人啊，伊無 make up 嘅時啊，伊是無水嘅，伊隻 make up 嚟，伊就是水啊。特別伊面無水時，你咪是清迄啲 plastic bag 咯，落掉一頭。你卡若是你卡背啊，嗰時你三眼3針白嘅啦，你是白頭皮嘅嘛。就是你面無水嚟講，你佢落咗落喎。你身軀無水嚟講別落。面無水你 make up contour 啦，係咪個料你like 你會 camouflage 嘛？特別身軀無水艱苦咯啫。你暑假到最後打波會看身軀得一百。打波啊？torso，我是看 torso。頭整後背？頭整啊？即係 app 入邊嘅 app 入邊嘅很。身軀 back 上面嘅了。哦。但是講你膊頭係咪個料 ？It doesn't matter to me。哦。特別你身軀只係邊啊，我都艱苦咧。我暑假後背打波後背嘅只係後背。加卡吹 of course， 你人嘅，別人嘅，我是看面 ，shoulder 頭整後背，後背我冇成個話啦，成個話。係咯。review 啊，但係就是 review 話講嘅是阿龍，現在咯，現在。哦。我看ขา腿嘅。啊，阿龍看ขา腿。陰ขา腿，佢往正軍事是情嗰種嘅。硬嚟個。啊。伊個ขา腿伊穿條雪個白帶，你ขา腿硬啊！有很少嘅。你是ขา腿是參ขา腿嗰邊哦？啊，對啦，參ขา腿邊。哦，規支嘅杜卡啦。伊面貼是本好啊，我本嚟就。我本是就係看打波，穿較硬嚟看了嗬。伊看到伊ขา腿咧，看到伊大腿淡薄，然後我就是咁樣嘅。伊面破湯啊，我本嚟就係。豬豬。咪背背。你嚟這邊啊，你去荷蘭，搭你搭波滿情況硬，那我是講。個情況硬呢？European 打波就是個情硬嚟開，所以我就是個，三個就硬。
喂，人講，喲，你看清啊，伊成伊攞嚟波啦，我愛變我車特別紅毛邊 That's the purpose. 我一邊阿毛邊，一間會特別隻背。我是個看，我會頭看人着攞成卡腿啊，特別伊個褲啦，特別是迄種無翹頸嘅咯。straight cut 啦，straight cut 啦。straight cut 咧無翹頸，伊無翹。未使有 QQ， 未使 QQ。嚇，未嚇。伊是硬咧，可能。就是啲活就水水活嘅咯。無你知係咪是翹頸哦？伊人嘅褲啊。bleed 啦 ，bleed。頭先有 bleed 嘅嘛，係 carrot cut 啊，褲嘛，知唔知？嚇，我無是解，我是解看人。佢哋考試。特別好，我就guilty pleasure， 我 guilty pleasure， 頭爽嘅時候，我笑掉啊！係笑 ，Oh my God，I can't believe， 我 admit， 你睇有你啊，人佢做咩嚇？你睇有啲嚇打波人佢 gym 嘅時，穿你女嘅褲啊，成個 track， 成個一叫佢哋咩啊？legging 啊，係 track pants， 成個你唔是硬嘅，真係零嘅都知哦。女嘅褲，然後看伊邊下。唔是 Bermuda 啦，仲屬於是 track。成個 basketball 啊，嚇 basketball ，basketball 有本特別係女嘅波，然後有你是成個係你 jogger 呢，可能成個係你。嚇，成個 T-shirt 嘅波咧，可能係 short 啦，還是嘅波啊，你嚇，你往時印出來，伊幾條誒八條印出來，你都識看啦。代額嚇，代額佢就是講你走嘅時，你看到搖仔。啊，所以搖要穿啲褲。冇穿啲褲先啦。我有人無穿底褲啦，都是無穿底褲，梗係看到叮當啦，穿底褲咪看到一粒包呢咯，所以特別哦，特別到 gym 嘅位喎，嚇 gym 嘅位，佢哋是嚟 show off 嘅啦，係啦，拍一時叫做有時精。特別老實講，我無暑假看打波一晚呢種，我看一晚咧，我感覺真吉利。哦，你都暑假打波骨骨嚟啊？我甲微微話多冰。我暑假看打波穿有 pleats，because 有 pleats 我未看到一晚哦。看到一晚，我感覺真後尾卡吹攞玩唔要緊啊，頭整一晚未。卡吹攞血呢？邊度無一晚，佢一晚嗰是 attractive 嘅嘛，唔是？我是感覺 like it's like very much in your face， 我就哦，小姐啊，因為慢慢那麼，因為淡薄，哎呀，我特別去。Peel off the curtain 呢，梗係看到，因為成個上 obvious 成個上河路一頭看到你看啦。我是個沙布丁。誒，你應該是個你代我嘅嘛？成個話呢，我試過看到，我試過冇看到，看人真笑。代我就係代我意思就是講，你看到代咯。特別你嗰邊看到喎，你嗰邊你見到一hình了喎。對，我是屬於 like just a shadowy 呢。對，有啦，代我都去除代我話。你查某一人穿衫穿到像 low cut 啊，梗係 revealing， 我不是感覺無 sexy， 我是屬於成個你看到伊 shape，係咯，隱隱約呢啦。特別唔同像 obvious， 安尼講下，對我嚟講就是無水啊，像龜頭。嗱，你看這見到講 scan 人。From face down to feet 哦，哇！頭看個背，頭看個落個血的，哎，我是個代個，哎喲，攞去除看一下，因為這有人叫做咩 sweatpants 啊 ，sweatpants 係無穿底褲啊 ，sweatpants 了會印掉淡薄安尼，無就是叫咩啊？I think叫做代個是點叮當。就是嘅褲，因為我講聽，係咪色 grey 色嘅是第一印出來 ，because 你看到伊 highlight and shadow，我嘅褲是未看到。誒，那是打波無穿底褲未聽咩？聽咩？安怎會聽啊？當然會聽啊！我褲較好嘅啊，你調，伊唔是真重咩？無可能重啦，你成個話伊這是金做嘅咩？話嘅女人。
冇一隻蛋啊！你唔知伊去那是蛋嘅咩？你去錢嘅話？人家啷查某啷是錢咧？特別啦，你拎咧大粒，我係換咧細粒呢。你想看我係拎啊，成日阿你鵪鶉蛋咧大粒，成日你細粒嘅女咧蕉女咧大粒咪咋？你拎。往時成個包，往時成米菇啊！你成個菇你哋咧大包啊，冇香嘅喂。特別你可以一經 like 像 is dragging，你別感覺坎坷啊，冇 support。大人怕人會咯 ，maybe 啦，我哋調調呢，可能可能，我哋特別嗰度你散壓起來。怪哦！特別我時呢，我到處我冇情地考嗎？我到處情地考咩？但係既然就是到處情地考，答波。冇到處。我到處往時情摸，嗰時冇情地考了啦。然後我當然情上 sweatband 陣，我是冇情地考嘅。到處我只幫工對嚟一下，尤其是 after pandemic 過一下，我覺得呢。after pandemic 過啊，我頭特別去做工嘅時啊，我就情地考時，我就成個白掉呢，開空考未中開。I think 到處別使登記情地考本嘅啦。特別阿龍有啊，龍講。我哋就是咁。I mean 講別使登記情地考本嘅 ，because 伊協調了，協調了係咪？協調嘛，協調了冇好呀。咁咪情博社咯。係啦，情博社啊，阿面較冷嘅啦。我唔係講愛困啊是啊。冷嘅地蓋。你都冇理由都困啊！是本情地考過。我情調嘅，我入試點證嘅，我今日贈 A 嘅事冇情嘅。哦，我入試點證嘅。白冷咧？邊靚福建把你家使講可能話呢？講可能話咧。就是但所以白冷聽邊啲福建人是頭爽嘅咯，就是冇變啦。depends 啫嘛，有嘅人嗱，我教你講，喺你啲樓卡聽咧，無起來講話人嗬，就是頭爽嘅。誒，等陣我看，我妹妹誒，我看到幾人打波嘛？等我小看，OK， 攏若是講，攏看咧 app 位嗬 ，Clubhouse app 入面啊，你就係訂伊嗬，你就訂伊個你家己 profile 嗬，伊對出一個嗬，你 reaction 咧嘛。若是講你有到處無情地考人，你係咧攞粒目睭，你係攞粒目睭，你教我講話，誒，我會 scan 過一句人，到處無情地考啊，嚇，可以見到。給我轉過，我是誰？我是誰？是出來。然後是佢哋要就追一時，情感壓力。OK， 我情地考，還沒出你個人情地考啊，冇可能嘅，到處門情地考。OK，等我看另外一個 reaction 就是，那是到處門情地考呢，你係隻骨頭人，到處門情地考咧係骨頭。我講阿龍係，我就同你講啊嘛，我就講啦，我就冇做佢呢邊嘢咯。啊，即樣困了啦，頂，啊是樣家己歹勢，頭爽，所以 maybe 樣困起了你是，可是冇講出來。啊，查某咧，查某到處穿裡面衫。裡面衫冇。我有。我是甲阿龍上正嘅，24點正嘅。我冇困是冇。我無管有困無困，我是講大厝我一人無客人啦，就是無情嘅 ，let it free。特別查某若是講想 let it free 上久吼，伊老去啊。我咪死了，中國人啊！gravity 未 feel 到。可能大粒嘅人無法，伊毋得大厝無穿 ，actually 查某袂使長期穿 bra， 所以對我人來講是無 healthy 嘅。所以我是講，你愛 support 伊，你應該穿一種 sport bra。哦，成個暗嘅singlet，你看可能縮掉。安尼看你，你袂使規日穿了。你有吸嘅。有外熱，安尼有吸嘅 bra，actually 是對我人嘅 breast 無好嘅。哦。
我成講到個大粒嘅，因嘛是穿 sport bra 多處咯，咪可以擰落嚟嘛。sports bra 是隨咗，是講你裙嘅事咧，裙啷就人冇穿嘅啦，都唔應該白了嘅嘛。想嘅嘛，裙啊是大部分是冇應該穿嘅。我聽到裙嘅時候，我一幫是較少年嘅時候，我裙啊，我是袂使穿衫，袂使穿褲裙嘅，因為我感覺一隻白掉嘅衫，成日我轉嘅時一聲縮掉，我當今少冇有我褲，特別我老啊，我夠領喎白喎，你叫我冇穿衫冇穿褲，我領下。老公講嗬，我看佢哋cosmetic surgery 嘅佢哋老公啊，佢講咧，the person 冇穿衫冇穿褲裙嘅咧，嗬 ，naked 裙嘅嗬。actually 是只垃圾嘅 ，because 你阿妹裙時，你 dance 你冇可能起來搭配嘅嘛，對唔對？你就到當面穿搭配嘛。哦，你出來洗嘅了。有淡薄 bacteria。哦。所以掉到你嘅 blanket 嘅了。哦，特別會換嘛。你得換咯。How often 你換咧 ？Is it every fart? Every day, every fart. 冇啦，那個家己嘢起來比個，係你個你講，你個伊唔是講好啊，即係即係點啊咩啊 ？Juice 講嘅，比胖講嘅，呢個 heart disease 個咩 kidney disease 係 prevent 嘅啫。特別好，死我別講啊咪。哦，我要講是，我特特愛穿衫，愛穿褲裙嘅話，我古早嗰陣細漢唔是短褲啊，我講短褲都特特穿嘅嘛。即係講買裙裙，我嘛是買裙裙互我穿哦。我裙啊吼，我係感覺無安全感嘅喎。แล้ว我係搬咩車，แล้ว我係可以行一個 shopping 嗰陣穿落去，你感覺就成講係硬嘅，看見你無暑假開冷冷咧。我感覺無安全感咯。特別我裙穿啊嘛，隔了走起來讀，起來都算掛頭會嚇。係咯，所以唔知穿嚟做咩咧？所以我係搬咩車起來啊！嗬，嗰幾日就嚟 shopping。我什麼裙嘅時，我是穿麻裙咯，我是揸起車起來時話麻起來，我是唔掛頭嘅，因為是刷起來嘅啦。穿衫裙呢？穿衫裙都冇有穿，我未穿衫裙嘅喎。because 伊隻係縮掉我阿毛管。對，差唔多一格luôn呢嚇，對。我明白你講咩，是講我當然是行領嘅，我特別穿。我當見 winter 嘅時候，我穿 sweater 裙㗎 ，sweatpants 裙。冇穿短褲。because 都係平時 negative 啦，因為 temperature 就出來冇講，特別我隻舊領㗎啦，當然老啊隻舊領。你等下我會先係你個架參個。是啊，是我特別幫佢哋寫多啊。咪成日話咯，爸爸賺款咯。是哦。我是 hit tag 咧，嗬個 sweater 都係哦，會怪俾 hit tag 嘅背嗰陣，一包嗰時阿爸陣咧嗬，然後我陪多個愛攞，然後我按過嚟我啊，我講攞，愛得攞就是 hit 得開架真係關好啊，阿無我就俾白巴陣。講啦，講到你 guilty pleasure，你出嚟 hit 得開咗啫，出咗咗。零天時，零天時，冇關零天做天我。平常時扯掉是啦，阿面揾到 aware， 唔是講到裙是啦，你扯掉是。我感覺我哋 confirm 你是入字。入字是幾多啊？咁啊，再看。我是六十粒。哎呦，你零！我零絲啊！我裙絲係63。冇做咩？講起 heater 啊，未轉咧。72檔呢？入2檔是77。我車掉是70。有當時我按我電視有可能是68，特別我較其實人是我是開73。你多處是唔是穿短嘅褲？winter？冇，我穿 sweatpants 咁講。你穿 socks 嘅冇？有。有啊，你作死！我是啊，我有當時穿落眼啊，我穿你知我當時我落衣唔是我穿嘅你 hoodie 多咧啊，係你我按開68時我就穿嘅了。我那是剛好白就，我
79倍啫。Holy cow，79！哟，这是夏威夷人啊！係講嚟，烏魯嘢啦，烏魯嘢啦。我伊特別開冷氣啊，伊唔夏威夷特別開冷氣。係咯，喂，你79倍呢是冷氣哦，冷氣無相。我哋就講話伊 hit 得開個咧，或者是烏魯嘢啦。你人袂熱咩？開 heater 上熱，無啦上熱哦。你嚟 try 佢咪？啊，你嚟，我若是無開安尼關啊，我就是掃袂好，我當今就是掃袂好，我 before Christmas 掃甲當今個袂好。我甲你講啊，我去 Korea 時候，我嚟睡 apartment 或 Airbnb，伊塗骹個了是有熱啊嘛。heated floor。heated floor 然後伊內邊佫開 heated 70啊，哇，成個 oven 啊，我一頭開冚個了去，哇，背大汗哦。特別 heated floor 就 heated floor 呢嘛，就無壁，heated 呢嘛。我背大汗太熱。特別你人平時講得成零了啦 ，negative 了啦，係咪成綠色了啦，對哦。冇本啦，成個我國考試，國考試個40度就冇 frozen 咁樣。我第日時啊，唔是講去英國杜基咩？哈，對。杜基那時啊，我熱個要死啊！伊開 heater 那時啊，我失敗啦，我甲伊講啊，你會使冚掉你 heater，特別伊人是 central 的嘛，所以袂冚的喎，所以 heater 直直吹。哇！我佢哋規個房間咁樣熱，嚇，伊是個 central 啊。伊個是迄種aircon 誒，伊度位有冷有熱氣很無咧，伊講 because 伊人是 winter， 所以伊人無 aircon， 伊人是。唔是，我是講你 heater， 你講 central 啦，是。伊是迄種central 嘅對嚇。迄種 hotel 迄種嘅，別個我人大厝嘅唔是安尼款嘅。你熱個要死，我個特別開庭啊，甲會即個你知吼了。行下都做個啲行咯。伊迄陣時啊，around 10度安尼款啊，特別啊袂打閒，我個開庭啊，แล้ว嚟困咗之後，แล้ว困啊是個透沙個。哦，你會打閒，安尼韓國嘅，我上個 Vivi 娃娃去咧上 hotel 啊，伊even 都是 apartment 啊啦 ，Airbnb 啊，伊唔是 central 嘅。伊是上個美國安尼款啦，伊是成日錄大 individual monitor 了，然後伊是 central， 伊是頭頂有 ducting system 啊。但伊個 flooring 啊，哇，夠嘅熱，佢講，我 sister from Malaysia 來本是袂打閒，伊講，哇，安尼熱誒，我講已經冚啦。因為 actually heated flooring 是較熱過你大厝迄種大了壁誒迄種誒咋，伊較 efficient 啊，伊較 efficient。OK。頂咧係講係說講咪叫會補充嘅咯，住人嘅頭爽，冇聽講。B 家己嘅頭毛。啊！我 B 未對我家己頭毛。你洗了後，你抹黑佢後面後，แล้ว伊唔會為佢隻嘢嚟 B 嘅款。嘿，你嘢嚟撳喎？冇，我洗咗前一個嘢嚟撳都未，我係糯米條啲餅。我記下頂到我頭毛較長嘅時啊，只長啊，你攞個你邊冚個你邊嘅睇下，我只是個嘢我頭毛毛嚇，吐啊吹出。我毛卡咪是淺淺嘅看咯，你吐啊吹準嘅我嘅嚟。吐你吹準哦，淺嘅呢嚇。哦，無，我無熟㗎，我嘢嚟變呢，我熟㗎可以嘢嚟變呢。特別是愛洗啦頭毛過後加變嘅啦，還是無洗頭毛我咪嘢嚟變。安怎阿 John 頭毛安尼長會吐吹準呢？嚇，我頭毛長嘅時，都較吹嘅。哦喲，我頂到是我老較差唔多，那落 shoulder 嘅 length 啊。我到啲 college 時 ，because 我在 college 夾頭毛只貴嘛，所以我咪是留去長咯。然後等一面上架咯。OK， 今次啊，即個禮拜咧，特別嘅變嘅了，今次甲我講，甲我講你會頭爽，頭做物件啥物？若是變咗學件事，學了人就大膽誒，無歹勢。如講話講
大家爽。你快咧，跟住嚟接嚟聽無相嘅話題啊！你咪睇是幾個 topic？Oh my god！ 阿龍做做 hero， 阿龍這擺是做 hero。感謝，下個禮拜再見，拜拜，大家。喺 YouTube 嗰邊啦，會記 like and subscribe。這邊頂一禮拜冇看到到這邊嘅訂啦，這邊訂是訂看訂聽了錄音現場錄音時放出來時會通知你，感謝。過去 TikTok 對我 TikTok